咱台湾的离化风电设施对今年开始施工，不过算是真欠人。经济部预测讲，做离化风电的头路上部会出现15000个亏，所以因就伫咧高雄成立一个国际级的训练中心。今年都推出相关的就业训练课程，就真侪人来报名。也有少年人是专工对台北落来高雄上课的。校园分组爱爬梯啊，学伫高空作业，因的安全拢靠身躯顶这2条锁啊。因为未来因可能爱伫120米，差不多36悬的所在作业，摕到安全证照是上基本的。相对比较辛苦，就是体力上面会有一些有感觉啦，就是像是爬高在救援的部分。对，但是也是一个很好的体验。高雄海洋科技产业创新专区拄则成立，内底包括训练离化风电人才的所在。技术中心甲劳动部合作，对今年开始推出4个梯次，予18到29岁民众的课程，有高空作业、落海求生等等的训练。这班12个名额，不少人专工对台北、落南来上课。我以前是专案经理。那其实以现在来讲，其实风电就是未来一个趋势很大的产业。那因为毕竟风电它接下来还有30-50年的发展。今年开始到2025年呢，国家一共有将近10到11个风场会陆续来完工。那我们所谓完工，包括从海上运输、陆地上的预组装，然后到海上面的我们叫 installation， 就是安装的阶段。那甚至到后续运维的阶段。那我们自己有预估呢，在这5年的阶段里头呢，离岸风电所需要的人才大概会有1万到15000人。政府全力推动离化风电，真侪投资商拢是国外来的，即马真欠台湾人才，而且这个产业划出年薪100万，当然爱考虑人可能需要伫高空甲海上作业。如果你的工作场域是在海上的，再加上海事的加给、出海的加给这个部分，我相信薪资年薪加起来100万不是问题啦。我应该比较向往后勤。就是以后风机正式在运转之后，我想要在 operation 这块做，或是以后如果要拓点在亚洲不同的国家。技术中心唔那提供少年人一份，这个场所嘛提供业者和员工摕到国际证照，赶紧训练台湾在地人才，投入这个新的产业。记者陈嘉文、赖伟哲高雄报道。